申命記第11章第1至32節。一，你要愛耶和華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誡命。二，你們今日當知道，我本不是和你們的兒女說話，因為他們不知道，也沒有看見耶和華你們神的管教、威嚴、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三，並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蹟奇事。四，也沒有看見他怎樣待埃及的軍兵、車馬，他們追趕你們的時候，耶和華怎樣使紅海的水淹沒他們，將他們滅絕直到今日。五，並他在曠野怎樣待你們，以致你們來到這地方。六，也沒有看見他怎樣待流便子孫以利押的兒子大坍、亞比蘭地怎樣在以色列人中間開口吞了他們和他們的家眷，並帳棚與跟他們的一切活物。七，唯有你們親眼看見耶和華所作的一切大事。八，所以你們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誡命，使你們膽壯，能以進去得你們所要得的那地。九，並使你們的日子在耶和華向你們列祖起誓應許給他們和他們後裔的地上得以長久，那是流奶與蜜之地。十，你要進去得為業的那地，本不像你出來的埃及地，你在那裏撒種，用腳澆灌，像澆灌菜園一樣。十一，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十二，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十三，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命，愛耶和華你們的神，盡心盡性侍奉他。十四，他開六角括號原文作我山六角括號必按時降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使你們可以收藏五穀、新酒和油。十五，也必使你喫得飽足，並使田野為你的牲畜長草。十六，你們要謹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離正路，去侍奉敬拜別神。十七，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作，就使天閉塞不下雨，地也不出產，使你們在耶和華所賜給你們的美地上速速滅亡。十八，你們要將我這話存在心內，留在意中，係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十九，也要教訓你們的兒女，無論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二十，又要寫在房屋的門框上，並城門上。二十一，使你們和你們子孫的日子，在耶和華向你們列祖起誓應許給他們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樣多。二十二，你們若留意謹守遵行我所吩咐這一切的誡命，愛耶和華你們的神，行他的道，專靠他。二十三，他必從你們面前趕出這一切國民，就是比你們更大更強的國民，你們也要得他們的地。二十四，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都必歸你們，從曠野和利巴嫩，並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作你們的境界。二十五，必無一人能在你們面前站立得住。耶和華你們的神，必照他所說的，使懼怕驚恐臨到你們所踏之地的居民。二十六，看哪，我今日將祝福與咒詛的話，都陳明在你們面前。二十七，你們若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們的，就必蒙福。二十八，你們若不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誡命，偏離我今日所吩咐你們的道，去侍奉你們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就必受禍。二十九，及至耶和華你的神領你進入要去得為業的那地，你就要將祝福的話陳明在基利心山上，將咒詛的話陳明在以巴路山上。三十，這二山豈不是在約旦河那邊，日落之處，在住阿拉巴的迦南人之地，與吉甲相對，靠近摩利橡樹麼？三十一，你們要過約旦河，進去得耶和華你們神所賜你們為業之地，在那地居住。三十二，你們要謹守遵行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陳明的一切律例、典章、